3架，相公只要5行3鞠躬，以前到鞠躬，再鞠躬，3鞠躬，跟3架天人鞠躬，3架副天人鞠躬，3架跪点龙珠鞠躬，坤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3架天人鞠躬，3架副天人鞠躬，3架跪点龙珠鞠躬。刚开始相公只要5行3鞠躬，以前到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请点龙师慈悲，前到鞠躬，坤到鞠躬，人说完成。各项。哦。连任组长，副组长在座各位先贤大家大家晚安。晚安。这是一个年度已经开始啦。当然今仔日是3月20。阮这个谈经本来这个经典的，就讲本来负责人就讲安尼，大家对经典的研究可能嘛无啥物兴趣啦。所讲安尼就今年莫拜啦。但是有人伫甲我讲靠，可能无拜安尼。尾负责人讲无着搁研究谈经谈经，讲要好学第一个，我若有第二个好学，无第二个总经理，若2个经理无第二个就是负责人，大家做伙学习。因为讲起或是对经典，当然嘛毋是讲有啥物研究啦，无人像负责人对金刚经研究遐个透彻，因为着看大家无起来，着大家做伙学习啦，着若会互大家会附互大家听，是上好。若袂符合大家听，着大家当小可包涵一下，因为伫修行学道来讲起，有当时是学习是不啦行有当时听迄着讲袂赴人听，心内若无解，安尼算修道是更较好啦。若是讲这讲到这这讲迄无赴人听。心就有足侪的点点滴滴当然就是代表咱的心搁有起心动念所以或许是一个感觉啦当然嘛，毋是讲或许今仔日交大家做伙学习，较安尼讲当然伫咱修行学道讲起来人讲不实贤不实翁嘛你起了一个念。不管是好甲歹，重视都是还有学习的空间啦所以讲呢，有当时对了以修行学道来讲起，当然话是感觉讲大家爱学物件，甲学物件来遮嘛是加济啦所以讲呢，每个人的见解会不一样那。这个或是先伫遮来讲，就是讲，迄个理想组长咱若像准则讲，当着这制作当然用的人员可能会较济，你事先可以召集干部，来出来到想看这两边来做伙想较袂讲话你想会得，用话你想袂得，安尼当然你可能
会感觉较吃力。哦，啊，你若讲因为伊这较特殊，用的人较侪嘛吼，啊，咱若是讲不要紧，你定时要开始运作吼，啊，咱就来请迄个干部的名字，啊，组长、副组长，啊，就大家来，啊，就大家研究看，啊，即届要20个、25个，要安怎来斗相啦，啊，无当时相用啦，毋是讲无，有当相用，有遐20个，啊，要去对相无。啊，因为这工课当然咱负责，但是你若讲伊的层次较宽，当然可以请大家一起。你佫毋是讲干那文理啦，你若假设性讲有大家若有负责着啥物工课，你若感觉讲哇，啊，这过去即种经验较少，啊，伊的人员需要有较济，啊，我一时嘛有难点，啊，不要紧，咱就会当透过迄个辅导处啊，咱就请一寡干部，啊，特别就是为着这，啊，倒来大家要安怎来做这项出来，啊，以上较简单，为了伤害几个，安尼较袂讲咱一个人，相感就较足甜，啊，有当时我嘛知影，有当时联络人无一定人会拄啊好嘛，有当时敲一通电话无一定咱解决，包括即个人咧敲3通电话无一定啊，所以讲当然，咧安排工课拢会有较特殊的情形，咱都可以临时召开一个会议，大家提出建议，这是包括讲其他的准备啦，那因为咱这个顶一次呢，应该是3月3号还是3月9号？3月6号。3月6号呢，因为我是拄好伫迄个泰国就咱另外3个名字来分享，咱这个模式是要过去拢相像嘛，算或许先分享，后面让大家分享心得咱是安尼赶快这模式嘛，敢有感觉要安怎上课？这上课？无得到唔对，当然，大家会感觉讲安怎安尼咧学，对于个人较有好处，就大家拢共款有即个问题，咱就看会当讲改变一个方式，互大家较会当做着物件，因为就若讲请不要紧，大家就请，若讲较请，大家就较请，安尼就好啦。因为或许想讲，咱顶一次咱3个领已经有主笔叫咱做伙学习，应该是对正常应该是对第8页开始嘛，敢是？应该是对第7页开始，对第7页，顶一次。应该是讲到第5页，讲到第5页。但是虽然是对第7页，但是或许是讲，或许阮对这个行有品，这领人有注意过啦，不过或许阮直接做表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毋知拄好资料宣传过，或许毋知影。若事实上我应该当作本是功课安尼就好啦那当然，咱即次谈经的伊伫爱上会到我即届呢，是毋是学第3代啊？敢若第3代啦所以讲大家应该就熟啊啦咱就因为即个谈经讲起来，对咱伫一贯道即个大道的普渡无非就是要互咱会当来了解即个出世法伊的即个顿悟法门即个谈经讲起应该会当互咱求着道了后更加清楚了解伫修学道内底要安怎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当然这是或许安尼想啦
嘛毋是讲特别去强调着咱一贯道较好，还是较歹。其实咱强调是伊即个大道普渡，大道普渡啦，修行出一致会当超生了事，拄啊好参考经验尔。或许嘛，甲咱太多前言讲当然即个因上远讲到会当互咱伫当下求着回天之路，这应该就是去到泰国开放报道主要的因缘。你若如果讲以咱一般的即个修学来讲起来，当然以泰国来讲起来，每一个国家呢，应该拢已经有法度人去签署的即种的法律。但是对于了解即个顿悟法来伊天时紧急，互咱先得然后再修过去是先修和平。所以伫即个因缘的部分，咱才会去讲伫道场，咱一定要去求得到。就是讲，所有的日子卖呢，拢需要修行出去，安尼呢，才有法度达到超生了事。当然，这伫即个坛经内底，其实咱拢有研究过啊，咱嘛知影，伊的用了，就是要安怎会当真正顿入，的即个法门，嘛就是互咱了悟即个生死大事啦，为一种的即个法。其实伫五教圣人讲起来，无非嘛就是讲要互咱会当达到即个了悟，每一个人万物的一个原点，包括咱人的生死分布，但是伊天时的应运，当然呢。即个真道咧，会使讲是即个一种的必报，无轻易会当去摄到。所以即次若是应着即个天道的普渡，其实咱要会当做伙来得到咧，这嘛是一种无可能的因缘。所以讲咱拜在即个修道因缘，就是讲讲道有两种的原因嘛，一种的就是。即个啥呢？一种就是即个莲花微笑嘛，一种就是大道普渡嘛，所以讲呢，伫即个因缘内底，咱即摆得到拢总是天道应运，当互咱真容易会当来得到，所以讲伫即个无应运的当中呢，除了咱是一个精神足好的人，咱才有法度呢。伫当下体悟，亲像即个五祖，伊拜六祖的当下呢，伊一门经伊即时开放，伊有迄个智慧嘛，所以讲着头来就知影要行，所以真正伫当下就顿入，当然呢，咱要今日去得到天时的应运，修行出一致，但是伫当下内底咱有顿入无？敢有？嘛无啦真正，因为如果是当下顿悟，后面就不用增强，因为你得了悟但是天时的应运变成互咱成绩，然后咱去道场为什么要不断研究经典？不断地爱大家同修共办，无非就是要互咱印证咱的。一个是道真、理真、天理真。当然，刚出前辈者一定甲咱讲的道真、理真、天理真无可能讲恁大家用骗的，这无可能，无可能嘛但是虽然刚出前辈者安尼讲，但是我听着迄个意见，拢会打问号啦。这是无法初来道场的是真正因为未顿入嘛。但是前辈者伊已经有体会到迄种的意见的时阵。非常的滑稽，会使讲全力以赴坚持到底，甚至的关课拢总小成伊法度人去接受，因为已经体会到，所以讲咱不断借着了合适的机会，要互咱真正家己会当正道，但是，所以咱即条道拢要打问号，
但是你透过家己学习，爱是讲咱伫活动内底听经文法，你慢慢，会当理路，家己一旦会当理路了解这条路出来。所以讲有当时你会愈听愈欢喜，为啥？因为你好像越看得到啦，敢是安尼？无你讲，安尼敢若有影的吼，因为你感受起来吼，听足侪道理，你会当去甲做一个理路，因为大家有智慧啦，敢是安尼？会当骗一时，敢会当骗一世？无可能啦吼，所以讲咧，伫咱感受道理的当下，咱家己会当来做一种的理路，你会愈修愈欢喜，愈修愈欢喜。其实就咱讲讲，你去教着像迄囡仔吼，细汉的时阵吼，若咧食红菇吼，教着会较欢喜嘛吼。若拢食着迄个皮吼，无味，咧甜甜尔，就较早吼，拢嫌迄个红菇，较早咧食红菇偌困难，人也嫌红菇欢喜甲，安尼，安尼这好，真正来家庭就欢喜。咱咧修道其实嘛共款啦，你道理愈听愈清楚，愈了解。其实道伊无形无相，但是嘛，互你体会到，敢是安尼？当时好处毋是共款安尼，过去诸菩萨是安尼嘛？你像六祖敢是安尼？伊嘛一本经义啊，无伊敢有法来道？无啦。你讲道，其实凡所有相嘛是道啦，敢是安尼？道的应运而来嘛。伊是无中生妙有，是要安怎对咱进为啥物爱修？爱对有中反无的道理啦。我讲咧，讲你理解听。就是讲咱已经无中生有，这就是道的应运，有看无看，拢是道的应运。道咱嘛知影，本来嘛毋是道，是一种的元素，是老子伊体悟着该强人的道理嘛。所以讲咧，这道来孕育万物，从无中生妙有。所以讲或是讲真正有人你若详细去甲体会敢卖做你像李山即摆去生迄个第二个，即摆伊若看我来看迄个文，看伊阿祖伫遐食海苔，海苔摕到底，伊目睭就射到底。真正咧，你看有够新鲜。咱无咧甲想想讲，第三嘛应该无甲教，讲迄个海苔，迄个价钱，你爱上迄个价钱。你看有够新鲜。你像迄间，因即摆有迄赖足方便的就拄面者，因姐姐伫遐食饭呢，伊即摆看到了，就较紧就爬去，就大贵要甲抢迄罐饭呢。即敢有人甲教？无啦，相信咱有做妈妈的，应该无特别甲教。但是为啥伊会要甲抢去牛年关？牛年关伊嘛会知影讲，迄牛年爱说牛年头啊。你若看伊进客的物件，为啥都是往嘴巴？他不会以为独立目睭。敢有人甲教？我是个囡仔当时生囡仔时，你敢有甲你囡仔教讲讲，你要食物件爱独立食，毋是独立食。你都无甲教会啊嘛？敢有人无甲教？这上天以天俱来的本性，自然的良知良能的流露。不合其人其用人，不如其地其用地，以天俱来，已经老好人甲你写程式，甲你都已经来这样。所以讲自然而然迄个流露出来。你讲无？有影就对啦。你讲道无嘛？有影。这囡仔上好看。你讲咱这大人啦吼，人讲逐项代志拢捌啦，囡仔毋捌，但是为什么？人家那个想，真的你会非常的欢喜。有影，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根源，何况是人？因为人是万物之灵长嘛，敢是安尼？靠讲人毋是伫石头坎搏起来嘛，有来源嘛。所以咱毋通讲咱一个人有两个老母。一个是生灵性，一个是生身躯嘛。有甲无合并要做人啊。所以讲咧，伫这所在，咱去甲伊求，去甲伊求。咱伫咧开班感受这个道理，理路，
追求着道唔相信大问号听道理，所以或许是一种的感觉，看无袂代表。但是咱讲起病骹徛久人袂啦，只要讲无无用，你就去培养你的嘛。因为大家拢爱事业工商趁钱，各巴肚嘛。但是有时间，无论讲是道着家己来遮大家通宵共办，还是你伫剩有时间，你会当对5教经典去甲研究，加上了解你家己的体验，你会慢慢理路过。那像迄个道，好像伫迄个朦胧的内底愈来愈有款，你是毋是愈欢喜？你愈欢喜，互你感受会到，当然你对道内底你所牺牲、奉献、付出的。你就无甲放伫前看，你感觉即条我是对，我著安尼做就是对的。无人生讲到尾啊，啥物会上好，到最后嘛是无好，安尼对无？讲人，伫人内底讲有伫在社会有势、有靠势、有钱、有势，但是到最后嘛是无。你讲啥物才上好？真的，这看得到的东西迄个好，它不是有。咱所以讲的就是讲，为什么你感受道理？有当时咱会愈听愈欢喜。有当时咧开班伫道场咧出击的人，为什么拢会入啊扩展这人？不管你头仔是护士也好，有了解也好，无了解也好，总是你听久了后呢，你应该慢慢家己有一个体会，有一个智慧去印证到讲道真、理真、天命真，这就是咱家己去证到，敢卖证到？有那爱啦温柔因为你慢慢你唔该会欢喜然后你肯定了后，咱会愈做愈好。你想讲咱咧坐这条椅坐这条椅咱先去讲，这条椅你若坐唔煞，你绝对先困，因为这条椅就是咱咧找定位。敢是安尼？大家讲有认同？除了你时阵该看啦若无咱伫道场咧听绝对毋是咧互咱听讲若今日即个工书好够讲迄有够好诶，毋是咧互咱该论谈论地，是要互咱对伊的道理内底来领会人生的真谛，无论是落在日常当中的事，还是落在先天的理，是要照着伊的运能载道运回道，必定你爱家己看，若无就是靠着工书，就袂当安尼甲咱谆善诱，互咱对因缘任务，咱靠着这个道理安尼研究听久的时，其实你就会找到你人生的定位。感谢你，因为你会讲道好，你敢有定位？这个定位你就定位对啦。你若讲咱孔子讲的讲尚书问道，天之言之嘛，是毋是代表伊已经刺入刺入真理嘛？你若中书问道，略准略无嘛？毋知有影无影？你讲无影好，佫遮济人，大家拢足欢喜，大家拢在牺牲奉献。你讲有影，佫袂保持，因为我伫道场安怎道理安怎拍拼我爱袂着，迄上无爱，我拢袂轮着我。感觉讲这道理好，是毋是一半一半？当着顺境的讲我行这条路较好。若当着逆境这道我看差不多对。所以讲伫即个当中的上书问道，天之行之；中书问道略准略无；下书问道哈哈大笑。根本呢，你求着道了，有可能你要叫伊来。只是当然，咱爱苦口婆心，要安怎来家己做一个引导，因为这个物件太好，对毋捌咱要安怎苦口婆心啦，要安怎辛苦啦，用尽办法啦，华人长短就是要对因别任务，互伊真正了解来修正这条路，这就是咱伫道场一直爱来突破的，所以讲咧，伫这个行有品呢，当然这个是来咧显示着咱逐组
伊对于了着出生、学佛甲悟道，甲伊即个道法众生的因缘，即本的《坛经》即个《坛经》里面的一品行有品，伊大概去甲伊参千岁的时间啦，所以讲咧，对于了着伊出生、学佛、悟道、方法、道上的因缘，当然咧，咱随着以后大家学习的当中咧，咱就会当慢慢来了解伊的出生好歹歹，那么咧，为虾米伊要学佛？为虾米会当悟道？悟道了后，伊为虾米爱方法？足简单，方法就是兼善天下。你敢若悟道，你无兴趣，你还是独善其身。你众生你袂度袂着嘛？咱若是讲干若为了家己好，到最后的只不过是罗汉一个而已。所以咱讲咱爱行道，爱行道，这就是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过程。当然伫这个行有品咧，伊大概有来甲咱做一个牵涉，那当然用行来讲就是讲，伫伊一生修行，那么为虾米咱人爱修行？为着要好养为着要身体健康。赵老师高兴。有啊，今嘛有需要身体健康。是。当然啦，身体健康是一定爱啦，还佫有钱通开啦，只是讲咱今仔日修行是为着身体健康，为着咱讲会当安尼一道非常的平安，咱去修行的，爱是你有某种的那一种舒适，你当自己去修的。当然，你修道来讲起，咱无了解身体，就是为着不入手嘛。然后进入了道场，但是你进入道场，你要感受顿悟的法门。虽然我讲，这个妄着紧成佛，妄不着紧学修。你今仔日去的法门，若是拢叫伊做好咧，没办法让你顿入生死的法门。你一世人到最后，敢是安尼？你今仔日妄着紧，你今仔日拜在。6组的门下，5组的门下内底，你阁是一个大乘知识的话呢，当然伊会当去妄着紧，紧就是咧讲道嘛，敢是安尼？所以讲咧，咱今仔日咧修学就讲行去到尾拢修啥，人拢是困难做好。当然啦，有当遐道亲为相容无了解，伊要甲讲，无啦，这个爱来道场较好啦，其他遐拢无好啦。我看这个道亲袂来，因为伊会讲咱拢上过了主观。其实毋是咱主观啦，但我互我讲过，咱是用依着天道应运、大道普渡，会当人超生了事尔。无咱的道理袂比人较好，敢是安尼？你若像咧，伫佛教来讲起来，师父食饱了，安尼研究经典尔，伊咧讲起来，伫即个人生的真谛，伫修行的即个方法来讲起来，要安怎？标定咱的心，其实因的道理袂使讲是100%，但是伊讲袂到迄个原点但是你修持的过程，有可能比咱道场还是不及他们所讲的，你如何去调心？所以讲咧，因为咱嘛有足侪浅显，伊嘛感觉讲人咧讲的道理是袂白，我嘛有甲听啦，确实啦会当真正气度。免咱去调摄，但是无法度人讲到了解生死的法门，会当进入。所以讲咱为虾米修行？当然啦，为了着超生了事。你今仔日无修行，你无得到顿悟法门，你在坠落4生6道的轮回，那你是艰苦。你若今仔日会当修行，妄着紧的话，你会当脱离为了着轮回生死。你今仔无修行，无可能脱离轮回生死哦。你只不过是世间的大善人，未来会当
你受邀着福报，哦，就像人去做神啊，奉香安尼，啊，几百年功演了，你还是要来到世间啊，哦，啊，但是咱修行，你今仔日真正修行宗旨调着，咱咧定咧听，宣扬皇帝有啥物拜72书，哦，伊讲上少岁嘛，还阁有60岁，上无嘛还有65岁。迄拢是高僧大德的，但是为什么伊要来拜广成祖13岁？哦，所以讲伫修行来讲起来，咱有爱去了解，哦，你讲有牛筋，哦，啊，所以讲咧，咱唯有借着修行，咱会当了破事，你去找着法门，哦，啊，但是咧，伫咱修行即个世尊。当时雪山静坐嘛，哦，那么呢，伊看到这个流星的时阵，伊去体悟，哦，体悟的时阵，伊甲讲奇哉，大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吉祥，哦，皆因执着妄想而不得正道嘛，袂当正果嘛，哦，因为就是伊有执着妄想，伊有执着妄想。哦，啊，煞无法度通了悟，伊本来有一个佛性，所以就是因为修行就是要是这个执着、执着甲妄想，所以安尼爱修行的。无修行，你落去善，你拢一直做。哦，人讲修福不修，修福不修慧，哦，福中会造罪嘛。因为我第一啊，善事你拢有咧做着，但是你无为修啊。哦，你无为修啊！哦，啊，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咱今日就是因为执着妄想而不得正德，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修行。修行有内修跟有内德跟外德。你袂使干那伫道场嘛，袂使我，当然兄弟姊妹到道场，他有层次啦，咱袂当甲执着，无你一定爱听道理，你袂使干说工课，啊，那安尼这个道经了一个。去包包等，因为安怎讲，伊也袂了解靠遐，你甲讲啊，因为伊毋是因为我坐袂了，啊，所以讲咧，咱有爱有时间，啊，当然咱进咧学习的当中，咱爱去了解，伫修行内底一定要福慧双修，袂使讲我学啥物代志，打帮助到大人救人失传，啊，到开车扶板对摇火，我咧做，我就是代表咧修行，那还差得远。那还差得远，你只不过落去福报嘛，落去书嘛，你有内修无？那么伫内修来讲，为什么咱听这文化？因为当时讲师咧讲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咱像咧讲我，咱像咧讲家己啊吼，敢是？毋是，为讲师嘛别人啊，吼。啊，伫这当中内底，咱就是透过了着讲师，那么看到这个文。那么以文出义，那么用经书作为咱的反观主教的镜。所以咱伫看经典了后，咱才讲啊，有影。用经典来关照咱内心，觉察着咱的内心。我真阁有喜怒哀乐，我阁有这个七情六欲无？咱去觉察，我伫当下内底，我是按啥物心？按控告心，按一个爱慕恶乐，搁按一个爱名声，搁一个起心动念内底，你有去觉察会到无？你是自然的流露，还是你有所企图的？这拢总是咱内心内底你自己要去觉察到。你若觉察会到，发觉到家己。当然，咱透过修啦，人家都嘛知影脾气歹啦，家己啦，毋过我嘛知影毋好，但是你改你遐形容嘛改袂起来，无要紧，有当时咱家己觉察到了后，咱不断的精进自己，慢慢来修。不过，咱一定爱，有一个修行的目标，咱袂使讲是安尼讲啦，对无？就安尼做，所以讲咧，伫这当中咧，变成就是讲伫修行，
咱就是有一个内外双修。所以讲咱伫一生当中呢，人讲行尽世间千条路万条路，唯有修行不过言，即句话，就是安尼。所以讲伫一生当中呢，修行，那么呢，会点点滴滴伫后壁内底，会精修实践。咱要去了解，咱伫这个道场牺牲较方便，咱为的是啥物？好，咱即摆拢讲咱是为的是福报，咱是为着要超生了死。但是你伫超生为着超生了死，你若无精修实践，是毋是你搁会伫？会搁走上另外一条轮回的路，敢会？会我今仔日修行，我就是不爱我就是不爱受宿生六道的轮回，不是，所以我来修道，就是要超脱生死。但是如果你无去觉察到的时阵，你来到这个道场，为了着人事物，要道清一思源，本来是伫社会交社会啦，即摆来到道场。这个也袂合，这个也袂合，这个也袂合，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你敢有搁另外行上一条轮回的路？有无？因为你就是来修道，咱交这公修会袂拄啊好，对无？咱有去修着无？袂使，我一定爱来修道，我修道要了脱生死。毋知影入来时阵去交咱嘛袂拄啊好，其实是安尼啦。咱人也莫是全是对人，对人的启示啦。当然，大家一定袂拄啊好。袂拄啊好，唯有就是咱大家要安怎去体会。你互我机会，我嘛互你机会啦。咱有当时去机会了，咱两个地较死啦。就是讲我毋对，你相你对。你甲我地较死啦，互我拢无空间，我们不要这样。因为安怎讲？互我拢感觉讲，互我嘛会毋对的时阵，因为我毋是圣人嘛。咱常咧听到你讲圣人拍鼓有时错咧，骹步打啥啥人无，所以伊袂拄啊好没有关系，你机会给他，代表咱的德性较有提升。所以讲咱讲长的代志，你对，别人毋对，你可以理直气壮，你就是安尼袂使。我就是一定甲你论断，你底无教教。如果你若会通无理直气壮，你是理直气和，你的心量哪有较大？有无？所以讲咧，其实你今仔日当着，就是要互咱调适咱心的时阵。有当时咱多数嘛袂接受啦，但是会接受变怎？代志发生，嘛有可能会发生，嘛会可能发生伫咱家己。唯有就是讲，大家会当相互提醒。给大家机会，给大家那个有错误的地方。那安尼呢，咱一方面伫内修当中呢，自然而然，咱就当真正止住轮回。别讲因为修行呢，搁交人结无好的因缘，到最后，安尼有当时就会感觉较可惜。当然啦，要达到安尼呢，毋是较简单，但是咱家己袂使试呢，我嘛知我真心境无够，毋过我一定会往伫修行，伊的精修实践的方面在调整中。你有达到一日一日概括，一个月一个月概括，一单一单概括，你会当修愈济起来，愈圆满愈好。当然，咱未来圆满的，圆满等级的可能性就变好，因为你到最后你是。低空飞苦，还是70分，还是食80分，当然咱是爱食愈济分愈好啦安尼啦我讲低空飞苦，迄低空飞苦有当时嘛足危险的咧，有当时搞不好会去骹踏脱地咧你若讲我尽我的力量，我毋敢讲我摕100分，我看食看有80分无，咱就往较好的来做一个修炼。所以讲咧。既然行入这个修炼的路，咱一定要真修实练，真正。无，
讲一句较会行即条路。人社会人咧用的时阵吼，咱大家佫愈无用的吼。像即摆安尼，队伍若要推动吼，大家安尼逼逼挨挨叫呢，也要减职啊，也要设施啊，也要啥物哦。有哪吼？偌济压力你敢知？所以讲吼，讲袂遐艰苦。不过啦吼，当然这嘛是互咱大家一个学习疗愈的机会啦。过去修行者嘛是安尼行过来嘛，敢是敢咱排下弟是讲吼，咱即阵吼咧修行吼，足歹修，迄人较早吼，安尼食饱看电视吼，就会当成得安尼。咱即届吼，拼到无眠无紧吼，医生方面吼，就佫袂当成得。所以讲咧，其实这嘛是爱看咱，咱咧讲你心动到哪里，成就到哪里；你功夫下到哪里，成就到哪里。当然咧，咱对于修行学道，伫外在的，当然咱一定爱无为而为，能够做的我们就尽量来做，袂当做的，袂当做的，为有，就是。时间嘛，一下子不能完成，咱但是有一个目标，相信咱赶快会当如何，那么呢，油呢，就是来有因缘，它是有因缘的，它是有因缘的。你像讲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它有因缘，有啦，它有因有啦。咱跟点咧讲，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咱大家来到这有因缘，有哪有？所以以前大人讲，婚姻一代是因缘出世，伊是有使命来的，伊毋是要代要期待。像咱厝边囡仔，伊叫咱有因缘，应该是因缘等来啦吼。为来讲吼，为是要来迎接，为要来讨一嘛，是安尼嘛吼。都有因缘，无伊会伫咱兜来啦。为咱户口嘛，拢想讲来当个国台有这囝吼，一世人袂得比咧啊，是不是这样？就不用打拼了，富二代，安尼偌好，但是以前咱偏偏袂出世比较去，因为咱都无迄个因缘其实这是安尼讲尔啦吼，互伊出世无代表伊就十分的一生非常的圆融，迄个幸福美满，不见得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因缘嘛，所以讲呢，菩萨祖师呢也有来去的因缘，同款啦，祖师大德，伊会来到这个世间，行入了这个修行这条路，那么呢，大天宣法，替天行道，度化众生都有他的因缘，拢有因缘来，无迄个无因缘，再来讲咱别用地主，那就是讲咱大家，那么咱大家嘛是因缘起来，因为这处三者普度，咱讲这个弥勒经内底讲，满天星斗多下士，五方殿先下天宫，就是咱过去定咧听的嘛，天道不劳一土著，西方不劳一菩萨，专播道中下世。为了有三朝普度大事，过去尊者讲伫第一期、第二期，有一个区的普度，比像即嘛，它是全面性的普度，因为伊因缘性性，过去的因缘无成实甲讲，遮尔大的一个大开普度，所以讲咱。三朝普度度神人鬼，毋是讲干那度人嘛，所以讲咧，伫即个世间内底，为虾米爱出国去开发？伫咱台湾为虾米？咱讲上山岛顶下海之烟，爱去开发岛，而且佫爱去国外去。互我甲泰国的同亲讲，今日你若是以伫修仙。我们就不用谈，因为你泰国是不够高嘛，你若要变成这些，你根本不来去，也许就不用啦，因为人因的法门无代表较无好，
那么就是因为三草普渡，要当互咱先得后修，所以讲起来，咱爱要开国开放。当然讲开国开放，有伊是爱看咱家己。咱毋甲讲，这是台湾浅显的呢。那安尼就大错特错咧。一间佛堂起伫遮算几百万咱的老前人讲是大陆来到台湾，伊要离开的时阵嘛，要甲佛堂搬家己咧。所以讲嘅，既然道场伫遮设佛堂，那么就是代表，就是咱泰国的浅显一定爱是拥有，然后呢，爱真正大班主导。要安怎咱泰国的道亲会当来得道，会当来修行学道，要安怎永续来开放普渡？这个恁爱有这种认识，所以讲呢，咱其实嘛袂当小看着家己啦，其实大家都有来历的，咱要安怎扮演着咱一世人所担的关爱，那么呢，对有了这个推动道路，咱要安怎会当不遗余力，伫困难中内底，要安怎真正尽到咱的力量去做。当然的，咱讲伫修行学道，落因果，它是一个反作用力。你牺牲偌济，你这个得多少？袂因为你向你做的走你往下来，敢会？无可能。或谁做的嘛，无可能走别人那去。这个是最现实的。当然你道场讲起来，袂当无大家，但是大家嘛袂当无道场，互大家疗养。敢是安尼？所以讲起来就是讲相辅相成，咱是众生的贵人，但是众生嘛是咱的贵人。那么咱要安怎把伫这三草普渡的遮尔好的因缘，互咱更加会当积功累德。咱咧讲功德，伫功德来讲起来，就爱对咱兄弟姊妹的心性，也就是讲依着伊的自性，能够让他了脱生死的，才叫做功德。如果你世间一切你的牺牲奉献是一个善，只不过你是世间的大善人，你谈不上功德两个字。安尼咱听，稳定咱听无？只是咱已经拢怎啊安尼甲伊就概念啦迄个人伊是会普及做到功德足大。其实呢，真正的功德就是爱有法度咱兄弟姊妹了脱生死，这才是真正的功德。所以讲起来，世间无论你牺牲偌济，拢是世间的大善人。所以讲即个呢，互咱有即个机会建立功德，咱一定要好好发达。你做甲死来问题，你做偌济，拢总是咱个人。所以讲伫道上来讲起，大家会当共同扶持，当然一定要全力以赴。不过嘛是为了自己的慧命，咱家己的慧命为着咱家己的慧命为了自己的慧命，嘛毋是为着咱家己的心敢是慧命？修行是为了慧命，毋是为着靠阮咧修起来葫芦数拢总够。请问死的时葫芦数敢在去？搁变？那安尼你是爱为着慧命超脱生死来为着来世，会当搁像迄个古代人安尼，迄若较巧的，嘛要讲我看会当了脱生死无啦？因为这好了有哪偌艰苦咧？咱拢想讲古代人伊比咱较辛苦，咱来做工8点钟做着，定定咧看电视，伊搞不好伊做到11、12点。因为毕竟都有社会责任的嘛，因为你要看一间公司偌济员工，有责任的头家，毋是讲我来我就做啦，请上来，都毋做就咱拢总就该时断就好咧。迄有责任的人，伊就是已经有社会责任，这人袂使无同款。
无工课永远引导偌济人爱着巴肚。所以讲咧，做大头家无工课有哪烦恼，有工课嘛烦恼诶。所以讲伊有钱无有钱嘛是足侪烦恼诶。咱无钱是无钱毋过咱嘛咧偌快乐啦，是袂做头家毋是好业尔啦。嘛无代表较歹啦，敢有？就只要嘛要欠人啦。咱就要应，咱身体健康就好啦。所以讲咧，对于了解这个修学道咧，当然咱有这个机会建功立德，当然咧，咱全力以赴。所以我们来讲，伫咱即次开放破火种，甲最近过来安尼，敢有差？有差啦感觉敢会出来？会啦所以讲起来，这就是咱。其实我们都有努力的空间。当然啦，你讲咱一段时间无安尼做，当然咧，咱要安尼来做。当然，我们也许大家有一种共识，甲你有付出但是大家是有做做到嘅。迄毋是讲有共识，伊就家己迄人家己来扭倒安尼。有共识，大家真正都是伫行。当然啦，咱当大这人过来了，当然你讲会当持续一直拢像安尼的迄个活力，当然，或许想可能我们也没有种那种力量啊，因为咱大家人实在嘛有限啦，就是讲这前线就会当停的你停伫台湾保护种的，大家拢尽量停出来，尽量用那个停工的，无毋过咱一定要继续不断，一定要发起。成全，你要宣传，有影，真个多，迄毋是等于是差不多，有救倒尔。咱若讲要来提升人才，敢有？要宣传无啦，无讲请无啦，伊袂家己来啦。所以讲咧，其实或许是感觉讲，安尼过来了，事在人为，大家一定要持续不断。要安那风清边聚会，再长青边鼓励号召，咱若无去持续用迄种的精神，你若讲用着过去迄种的精神，开放保护种迄种的精神，即使没办法再布到说2个月，2个月200几个，没办法达到这个数字，但是毋过道亲，若上台湾用迄种的精神，道亲敢会较活，嘛会啦这不可否认啦。当然，伊的啥呢？伊弹动的到底是弹动到偌大？当然，咱无法度讲，但是究竟你有付出就有收获。当然，道亲无好栽培啦，伊其实要栽培到讲达到某个程度比较简单。但是这就是咱爱共同来做一个代志。莫讲开放保护种有安尼爱上拢总安尼旧年减417个排第2个，嗰咧好像你个想讲417个应该排第1个，毋通去排第2个当然毋是讲伊数字或是嘛是想讲当然嘛希望讲借着迄个因缘让我们爱想所有的同修大德会当对爱上会鼓舞信心但是。其实较艰苦伫后壁但是像这一定嘛爱爱行一个风清鼓励道清你像咱今年听你讲伫这个4年教育甲普理新会班伫往年无班迄种数字你敢知？今年都有，有是有底啦，讲有，敢是迄道清家己讲，我会了，敢是因安尼来？毋是啦，因为你要甲讲话嘛，毋知啦，因为人去较新的道清伊也毋知你到底是咧用啥嘛，安尼，所以讲咧，即个所在咧，变成真的，咱会当趁近，有人趁。你若大家拢去咧鼓励道清，咱要去找道清来鼓励嘛，无人来鼓励，因为大家拢咧鼓励嘛伊也去用鼓励，伊也鼓励了。真拢无人要鼓励了，我来鼓励，我会当趁，我拢总趁起。你是毋是？
们留言的机会更多。哦，其实我感觉真的是一个习惯。咱伫迄段虽然是大家感觉辛苦，毋过嘛惯习惯死，敢是安尼？安尼钱要到摕嘛，了惯习惯死。但是即摆来个放互你了，好像又弹回到原点。咱来甲想，一个习惯咧，变成你过去积极的习惯，甲即摆较袂遐积极的习惯，到底是该养成哪一个习惯？当然还是爱较积极的习惯啦，所以讲咧，大家会当把握机会啦，咱就有实在得亲，就好丢倒咧，鼓励丢倒，我们想尽办法如何来成全它，因为咱无成全，其实咱就成不来啦，所以讲咧，这嘛是会当互咱成功表演的一个机会。那么，伫这个过去诸佛菩萨说出歹定，他们的行有是唯有这样，但是众生的行有是随业受报，流转世事。那当然咧，过去生做了善恶甲恶业，今生受苦乐，定会果报。开佛之见，开众生之见，敢有共款？开佛之见做出来佛的代志嘛，开众生之见做出来众生之见嘛，所以讲众生的之见，但是讲菩萨行因凡夫艰苦，凡夫艰苦，咱着爱去接受讲咧受着苦业的时阵而毋是心甘情愿咧，搁伫遐怨天骂地，毋知影咱今仔日的业道是伫对来呢？咱各位想想，咱的善报甲恶报伫对来？上天互咱，赵老师敢是？先靠于业，先靠于三业。先靠于三业嘛，家己嘛，毋是别人的先靠于三业，就走伫我遮来嘛，无迄个道理嘛，所以讲咧，伫这所在，咱今日迄个好甲歹有影，先好甲讲啊，因为绵延天有人啊，过去三世因缘自导自演。过去自导即世人来主演，咱就是即世人内底的男女主角。你讲骗，那安尼讲骗，你不要埋怨谁？埋怨的是自己。咱真甘是甘要埋怨？咱两礼拜甘要埋怨？薯片要埋怨吗？遇到不好的，怎么样？多多少少啦，咱即摆啦当然啦，咱毋是已经达到圣人啦，搁互我嘛相像啦，只是讲咱有咧感受道理啦，讲是毋是我们慢慢的自己把它甲伊磨平，然后化悲愤为力量来做，咱能甲伊改变，敢会？即世人无法度改变，上到后世人嘛会当改变啦，敢是安尼？唯有就是你面对面问题，积极去做扭转你的命运嘛。你若讲你拢总是怨天尤人，不但命问题改变，你即世人拢是伫负能量内底，那是问题个。你若想讲好呀，即世人咱着即世人着接歹过啊袂要紧，我甘愿受，欢喜做甘愿受，无要紧，我会当利用伫修行学道的当中，来弥补过去的不足，我甲这会当无好，我慢慢甲伊改掉。修道改变了，你道生足济啊？敢有？有啊，话咱毋知尔，话咱毋知尔。好势即个去泰国，当然咱袂禁主伊交好一年去向教，迄个宝书交主倒好去真家伫泉州去迄个福州入班，大家熟悉。这宝书讲袂离道场宝书。书啦，宝书啦，
伊讲吼，伊还袂入道场自杀3次，但是自杀袂死。伊若咧自杀都有好姻缘啊。哦，但是伊即摆来道场了，他的改变，他人生一寡理念上的改变，伊袂去像较早讲吼，我干脆来用3个就好啊，无跌就好啊。伊即摆袂安尼啊，唯有就是面对。那么你道场上，你按照打帮助道，来扭转他的命运啊，也改观呢。嘿，也改变呢。哦，当然咱会改变，敢是无是甲变无有钱叫做改变。我们不能用这个常常用这个角度啦。你若平安就赚钱啦，敢是啊？哦，平安就是赚钱。迄天，哦，抱伊拄好新春宴礼，千万功课，伊后壁放一个歌，有那有心得分享，心得分享呢，迄个古言，古言伫这段时间呢，伊的量骨的问题啦，佮伊骹但是这个骹拄好即届，伊需要镭射开一寡钱是咱浅显几个甲伊资助，伊足欢喜也足感恩。迄本来像咧相陪，但是即摆已经慢慢两支骹入来要变大支，本来伊迄骹盘落来伊迄规个血管像迄个都乌啦，都会老疼啊，治疗袂好，讲干那唯有就是用镭射对一样甲伊注镭射剂安尼治疗，迄无健好啊，爱注意。当然咱地方浅显袂知影咧，就安尼资助，伊非常感恩。本来会使讲伊要徛起坐足困难，即摆伊会当徛起安尼行，一个了后，算时间会好足济，会当徛较久，行较久啊啦。但是爱有当日爱搁好体，所以伊进路法度行，就算欢喜伊就是伊去讲着，讲伫伊迄阵艰苦的时，其实他在网络上都看到怎么去学习，怎么死翘翘啊。迄天阿杂咧讲或许拄好过啊，少机会，或许更好成全。你再怎么辛苦，但是人因讲，其实他们也跨过了。跨过那一阵子的痛苦，我来讲上天原来是说的，你若以前要行地路到不利，你怎奉献互上天就好啊？敢是安尼？意义佫较好。你我家己动作，我家己无伫世间，我拢入道场就好啊。那不是人生的大水一番嘛？迄天迄个班呢，拄好因。袂7点现在就去，迄因佫有点课，甲8、9点佫离遐。当然，互我嘛感觉疲劳啦，互我嘛知影甲看因，大家嘛疲劳啦。所以或许阿杂哥比较问阿杂，或许知道我们很辛苦，从早上还没7点都到佛堂，到现在已经要9点，要14个小时。但是你有没有在想？老师说过，要了2个地方，一个就是道场，一个就是你在医院。或许才比喻。如果说你现在你今天感觉很辛苦，如果你想说你现在是躺在医院呢，你今天的苦你感觉很苦？好像就比较不会迄个病真正不是人会过尤其是古语，伊佫较有法度感受。我讲像安尼啦，你是要遮做我忝，还是要去电影倒？我嘛比咧，讲学榴莲我最爱食，但是若咧艰苦，你榴莲敢食会落？食袂落啦。你看上较紧好就好啦，对无？你嘛袂有哭啊。所以讲咧，伫即当下咧，人讲人在福中，人在福中不知福。虽然你伫道场也要趁钱来道场，也要牺牲奉献，足辛苦。但是你若甲想讲，你是伫地院的，佮想生迄种大病的呢？所以阿杂讲知道我体会得到。
吼，安尼起来你同伊甲比较起，你就敢会感觉忝？佮因为叫你12点仔离开你嘛，感觉足欢喜。伊会变伊佫离甲真正是难免过啊。哦，啊，我甲讲哦，你们还年轻嘛，迄拢总是差不多阮的第二代一代啦，伫咧是30个30通岁安尼嘛。哦，啊，伊这拢是囡仔伫倒场，就安妈妈。哦，伊讲吼，他可以感受得到。啊，所以讲迄天，吼，迄个补习班的，讲伊嘛有哭，我是无看着，我讲安尼是咧哭咱是哭讲我伫遐坐足久呢，讲没有啦，他是想到吼，郭姨哦，当时在那个医院的时候，啊，他也曾经在网络看到那个怎么走比较困难的行吼，啊，想要怎么样哦，他也去触景那一种的心痛不舍吼，安尼吼，啊，所以讲去触景嘛，去触景，所以讲伊倒着有影，吼，辛苦是足辛苦，毋做便罢啦，要做就地方工作做袂了啦，吼。啊，当然或许嘛，讲因为我们这个班也不是每天啦。如果说每天真的所以没办法啦，哦，啊，这个都是我即使说在道场上面，哦，班数或者跟他们说，我在台湾更多课呢，不像在这里呢，这里在课程就比较少呢，啊，就慢慢努力，啊，咱伫这所在呢，万公所比较下，我们众生的行有的是要学佛，那么流转生息，这样真的很可怜。好，尤其是咱已经得到道啊，搁互你较艰苦，真的都是值得，真的就是值得。好，所以讲呢，难道讲咱袂去确定无觉，但是咱真已经有去觉到了后，真的啦，你讲你大人去封亲，真的在这相较之下，你咪感觉讲做幸福。真正，哦，啊！你若讲你饭着了，也无解的是连无解呢，无解呢，毋是艰苦的过程呢。啊，所以讲呢，有当时啊，人将心比心，咱用同理心，就是讲要成就佛菩萨，其实都是一定要付出的。像这菩萨是成愿再来，过去的成愿修正修正。今生再来度众生，弘扬佛法，立做大师即是如此。咱各位贤贤，咱大家来有因缘，嘛就像伫遮讲的，菩萨是成愿再来，以三草普渡，啊，无要今日来遮够简单理想，不简单，你来遮付出尔嘛。你毋是想讲上落去公司要亲戚人哋看会到的啦，当然咧当中，看袂到啊，毋过嘛袂代表无啦，因为咱这个老师讲嘛，讲徒儿啊，你的所作所为虽无薪水，上天补你1000倍，真正有啊，真正有啊，毋过你爱做，真修实练，咱一定爱做，咱问有代志咱来记，无代志就。沙歪，太极讲安尼，师傅讲啊，沙歪安尼，好好来过一点仔苦都无法度食，你要安怎去成就？所以讲呢，咱伫即世人，大家拢是成愿在来，大家伫即个推动的圣完并行这么辛苦的大前提，大家拢去欢喜做甘愿修，当然这就是菩萨成愿在来。所以讲的伫遮共同互相勉励，咱要安怎呢？更加的积极，了掉自己的业力，让更多的兄弟姐妹得救，让我们的道路能够扩展。所以讲呢，毋是逐做安尼，其实咱大家嘛是有想。那么呢，伫这个品来讲起。是有靠成就，当然这是六祖呢，它是叙事，大概叙事，由发海去甲记录起来，
来成为了伫即个坛前。哦，那么一品呢，犹如一种共款啊，吼，一品了种是相像。哦，当然呢，这是他伊甲伊讲是一品，甲一种意义是相像。哦，那当然为虾米呢？伊要来成就了着一本的六祖大经。人讲佛道经观安怎？安怎度众生嘛？哦，度众生是要度伊生死，还是要互伊一世人较好过？各位先生，真正要度伊生死咯。哦，毋是讲哇，把紧你来甲我拜，我后世人互你无路所拢齐全，不是这样。哦，所以讲佛道经观度众生，佛道无留经典，兄弟姊妹众生死在轮回因缘。所以伫遮讲文艺初期，文能载道，轮回道。所以讲，咱当爱学习，爱学习啊！真正互我讲的讲，来遮若真正讲的人讲袂有互伊听，无嘛咱有一个耐心，我坐条，因为我听拢，因为你要讲啥，我自早就知啊。毋久我去起一个念嘛，我去起一个念嘛，你讲袂有我听。我即摆来。你讲啥你讲头我就知了解，啥事我都直接到走，但是我安顿我的心，让我也能够坐下来。安尼，嘛是爱倒咧吼，无讲后边身体坐，伊敢咱坐袂牢咧。好，咱来遮倒无坐会牢吼，后边无若身躯长拄坐袂牢。安尼分教，人伊拢爱煮不断安尼，所以讲咧，文艺初期啦。所以讲咧，大家爱学习，对为学习。当然，伫咱道场无即个课，毋过呢，无遐济个课，但是伫私底下嘛一定爱看册。你看册是能讲开卷有益啦。你一日看10分钟，有10分钟的作用。所以讲你无看嘛是安尼讲，你一日看10分钟，其实都会有作用的。传之以后世的。偏重，无非咧，咱读这个做大经，也就是要咱了解到过去祖师大德伊伫修行的过程是为虾米修道？伫过去修道的过程做不着，点点滴滴伊的考验，嘛互咱了解，毋是咱特用的修主咧，特用的弟子爱遵守，遮尔一点点滴滴学。过去的祖师大德呢，共款，因为咱嘛知影，那么呢，伫修行学道呢，总是考验才能够成就的，无考验你来成就，无可能。所以讲呢，咱经过了真侪考验，咱会慢慢圆满。所以讲呢，咱讲伫学林内底的石头，为虾米逐点有呢？伫山顶。会石仔拢有角，歪歪角角，歪歪角角啊，无论伊是啥物形状啊，拢是歪歪角角。为虾米伫河林的石头，无论大细粒，伊拢是一样？为虾米？你想？水的历练。水的历练。它是一个力量。伊即摆水头去石头，互即个水的力量撒去动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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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有切磋琢磨？动久敢有用？动久的。所以咱伫道场的点点滴滴，伫咱当中，真的还是要放下，莫家去的啦。顾得的像这个样啦。袂去角角相迎，真正所以讲伫道场上的一切考验，毋是讲人甲人的问题尔，有当时伫咱修道后天甲先天的人事物当中的不好，其实你给它反观回来，当用于做咱成就的资源再利用，敢有啥歹？你无考验。你毋知影你对毋对？你当着
伫你的内心啊，觉察着嘛，觉察嘛，那才讲啊，我还有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哦，所以讲无当着，咱都感觉讲修了袂歹呢，拢袂发脾气，对无？安怎拢诚好。哦，啊，结果当着的心是亲像无当着安尼共款，拢是如如不动。若是安尼话，就代表伊的心结果。如果若是无当着，有起心动念，无能力去体现两个恶业，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的话，以自信来讲，它都是不及格的。啊，所以讲呢，咱今日当然无当着好啦，吼，啊，若当着，或许是说我们要越碰撞越远，越碰撞越远。嘛，就是要真正不思善、不思恶，见物马是，哪有才是咱平常做本来的面目啦？无可能人甲人做伙做代志，不可能，因为观点会不一样，看法会不一样。哦，啊，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照着安尼啊慢慢来调心啦。所以咱感觉的说意，咱听经文法是要调心的，毋是无我头拄仔咧讲，吼，对一工吼，迄个讲书，讲迄我听迄有够好个就对啊，吼，迄是一级棒的，我甲伊按赞啦。结果你甲伊当作伊是咧甲我讲，你要自从伊的道理反观倒转来讲，有影？即个讲师讲的吼，我的毛病拢，我会改，我袂当无改。无改死路一条嘛，坠落生死嘛。你有改的就觉察嘛，欢喜。我今日拄好有改。听着这个讲师讲了后，我感觉哎，足惭愧。我阁有贪嗔痴慢疑不正见，我爱改。哦，啊若安尼是，咱是不是起死回生？有救嘛？咱听经文法咧用意伫遮呢，听经文法绝对毋是咧互你伫遐哦。对一个讲书外高，迄个外高，迄个外高，哦，啊，啥物人讲甲迄个啊，迄以后叫伊莫来，毋是咧互咱安尼家己论断，哦，互我讲，今日讲书讲的拢咱听得有意会，哦，你就感恩。那今日讲书讲的袂赴我听，我们的感恩，因为我虽然听到足艰苦，毋过我无起心动念，我还是如一样敬重。哦，啊那安尼哦，你的心境就是，哦，就先到你都如啊，你敢无较好？啊，你真若讲啊，我知得个啦，这道理哦，迄个讲袂有讲，我无爱浪费迄时间。你的内心敢有物件？哦，内心有物件，上解的伊就是抑阁有好跟坏嘛，对无？啊，你若真修正，对无？我对，哦，啊无的时阵我来讲，哦。静坐对来，我2点钟内底我都没有起任何的起心动念，那你也有修道，修定了，啊，所以讲呢，这拢是咱修行学道那伊的迄个，迄个啥呢，一寡点点滴滴，因为伫道场来讲，咱绝对毋是咧讲互人像过去我爱上偌济经啊，讲一日爱上5万界，5万句啦。啊，5万句吼，伊煞讲为着要念经念5万界好够嘛？我该食茶、该食点心的拢无煞念到尾啦。煞身体有问题。因为我5万界，我无较紧念好够袂使。伊主走，安尼讲有对？然后向你对啦吼。佛，伊绝对无讲吼，恁一定要甲我念经，互我听，一定要甲我拜，佛不会。啊，当然咱若讲有闲有时间啊，我来上一个经者，当下清净，嘛无讲毋好毋对啦，迄是安尼。但是你嘛袂当讲我念经要当西方呢，迄以后伫坛经里面就有讲过了嘛，毋是念经当西方呢。甲来念经当西方，咱各位前贤，咱钱甲趁到坐拜6礼拜，带来游山玩水，对无？啊，尾啊，等来交代囡仔讲，你爱甲我请5个师傅来甲我上经，我要等来西方。那这样就坐了嘛，开个大车，有影咧吼，毋是讲吼，有当时讲啊，要钱啊，要人啊，要时间啊，要精神，啊，真正迄种时间奉献咧。
哦，趁钱有咱偌艰苦咧呢，哦，所以讲吼，伫这个所在咱伫修行学道咧，咱一定爱慢慢的在内外怎么来修持那再来呢是讲开灵，这是本分啦这蓝色的这是本分是第7页开始，开灵遥远本愿万用，左动流无领人，作新州百姓，此心不行，富有早路，老母孤遗，来人海，艰辛贫乏无期，伫咧卖茶那时有一客买茶私定善治体验，客收去开灵得钱那么却出门外，见一客上经，开灵一物经济，即是开悟这是伊的本分那当然呢，伫遮呢，或许就再一段啦伫遮交流进行学习那当然伫这段来讲呢，伫这个咱大作讲起来，这嘛就是咧讲伊的经历经历那么经历来讲起来，就是光说不练六祖伊讲出了这他伫出生伫修行，那么甲伊的方法内底的过程，就是伊已经亲身体验过，由法海甲伊指测所以这个经历毋是光说不练毋是讲的陪咧伫道场内底咧安尼化东化西那么呢，拢是干那会晓讲的安尼做。但是六祖呢，伊即个经历是已经是做啦。所以讲咱伫道场有当时人讲毋通袂前辈还袂做就离公司啦，家好结果就无好啦。安尼人敢会对咱无信心？没有信心。所以互我感觉咱先做当讲无要紧，毋免袂前辈就去讲甲安尼结果就无好。无你人咧讲，你后壁嘛爱做，毋通安尼讲的，安尼。佫有当时做了嘛，咱讲真个敢爱讲，你咧做，你拢无讲的，敢知你用啥？其实嘛知啦，毋知敢会要紧。毋知有要紧啦因为咱是要做文化嘛，咱今日牺牲奉献偌济咱拢总是要了自己的愿嘛，打帮助到嘛，咱若毋是讲我要见之以人嘛，为虾米你一定爱互知影呢？咱若知影就知，毋知就毋知，话足够直，嘛足够拼，这个都很好。其实伫咱即个开放报佛祖，文德禅师甲互我讲伊想讲爱一个群主，或许本来就成立一个群主，干部的群主，或许我传这个群主互伊加入啦，无偌久尔，一个已经加入来啦，做啥都拢有，去风景用啥都有抛出来啦互我是当然，或许是甲想，他的用意，伫迄个当下嘛，毋是咧表现啦，或许知道他的用意就是讲，就咱想讲咱来卖药哇，遐一罐，煞大家无开会变，即个其实也有那种作用，互我知伊毋是讲彰显啦，是要传染的伊讲迄咱心意是足关的，迄心意足关的呢。咱讲真诶迄虽然就是讲看咱诶心啦为安尼做是爱见之以人咧，感觉我安怎偌好拄偌好，但为的用意是想要感染，那个也是差天跟地呢。文乃心伊安尼情况是有一点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我甲想着讲，
当然啊，应该伊嘛毋是有对，吼，要见之以人是感染的用意，吼，啊，有时啊，也许也不是不好啦，是看你的用意对啦，哦，你若想讲要彰显我家己的能力的吼，安尼就不好嘛，哦，啊，但是你若讲用意是讲感染，哦，有啊，你像北部的，虽然毋是讲即届开放播种，毋是讲特别偌济，但是吼，去感染着因啊。哦，感染，但是讲咱的德性都会有感染，哦，是这个用意，哦，所以或许拢感觉讲吼，咱所做的一切，其实也不用见之于人啊，哦，莫讲啊，我做一个黑哦，啊，就安尼，一个为天下险，敢若像拢知影人，足惊人毋知影吼，其实伊伫咱真正在道场的修行，其实这样是反其道而行，你知道吗？哦，啊，但是。兄弟姊妹总是心境不一样啦，咱嘛袂当甲讲伊对甲毋对啦吼。当然，你若讲站在修行来讲，咱是无为而为，吼。啊，当然你安怎做，兄弟姊妹看到，吼。啊，咱嘛毋是要做无看，拢无人看到，吼。感觉吼，感觉啊，袂去像娘母弟咧问。问六祖讲，哦，啊，三日一时五，你一暗敢有功德？为虾米六祖讲啊无功德个？哦，讲是五祖六祖。啊，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啦，啊伊问娘母，吼，问达摩祖师个对，吼，啊为虾米到遮拢无功德？吼，有可能就是娘母第二个心就是，吼。表彰嘛，吼，就讲，啊，你看看你做起有功德个无？吼，啊，你当然啊，你若是讲爱护多乐的，吼，你若是种个心就无共啊嘛，是毋是？吼，啊，所以讲呢，达摩祖师呢，为了着，吼，啊，即个娘母弟，安尼伊嘛讲是有功德，因为你若是以有为而为，当然啊，你是以为之为啊，透功德，啊，若要真正功德，就爱为着生死。有法度了脱兄弟姐妹的生死才做功德来讲，那还有什么功德？只不过是一个善念嘛。好，啊，当然讲起毋是讲娘母弟说安尼无，毋知讲咱人的心境用意，你是持在你是用意对一样，看你用意对一样，啊，所以讲呢，伊讲这个经历伊的用意，其实是勉励，而且是他已经做了。哦，伊是做的啦，毋是讲无做，啊，就是要讲讲做的，所以讲伊的用意是咧勉励，但是重点咱一定爱实践，敢爱实践？经典捌做无效，做无效，经典拢毋捌吼，若做足济吼，迄才是实质的。所以讲伫修行，儒家来讲起，咱就是爱有实践的功夫。无论讲伫内修甲外行来讲，甲外行来讲起，咱要落实实践。当然啦，较有时间加做啊，较无时间就当然后天嘛爱趁钱嘛，后天嘛爱趁钱啦，啊，当然伫咱处事的当中，当然爱看咱家己，啊，当然的，咱讲咱是半胜半还，啊，最后。要安怎讲众胜千还？搁较后壁要安怎呈现？当然这是爱看咱，嘛是一个步骤啦，也是一个步骤啊，当然你若众胜千还啦，前线来讲起所做的一切，当然呢，它是会越多的，啊，拄啊好伫道场来讲起，嘛真的就是有需要那一种的人呐，时间较充足啦。伫道场来讲起，推展大路来讲起，应该是更较 OK 啦。那当然，佮再来的慧言，慧就是伊就是咧讲好处。那么呢，施以众生，定就是讲，这个人伊的本领，那么呢，以伊的本领去做佛的事，他有那一种具足那一种能耐。啊，咱各位前贤，咱敢有迄能耐？咱敢有？敢有？有啦。
啊，大家都很科技或许知道，所以大家会使叫恁是规定的。哦，啊，过来而且，哦，观世音菩萨毋是妙善公司咧做呢，你若做叫观世音菩萨先生，你就是观世音菩萨了呢，敢是安尼？哦，啊，当然这个是大家互相勉励，哦，当然呢，这是迄个和尚，伊要出世的时阵，干是大人讲嘛，吼，啊，就这生落来了，你就甲伊合作为名，啊，为什么合作为名？哦，就是，哦，伊会当非时众生，哦，连续回事。啊，连续回事，咱讲伊前面伫道中咧做的，就是咧做回事啊，敢是？真正呢，啊，做回事要用啊，啊，做回事哪会当成佛？啊，你若做众生的工作，你较会成佛，后迄个代志。所以讲呢，做佛事就可以成就了佛。你要做佛，你一定要做佛事。一定的啦，哦，所以讲起来呢，哦，咱今日会当圣凡并行，哦，爱当安尼做。其实讲起来，这拢是咱每一个人伫历史所在所累积的一种因缘，所以咱爱肯定自己，哦，要安怎把握这个时机，普渡的机会，大好机会，互咱建功立德，有一个人一样。哦，啊，所以讲呢，讲咱会当好好来做一个把握，哦，那当然讲此心不行，夫有查某，哦，倒无无义，艰辛贫乏，无期，哦，伫咧卖茶啦，吼，卖茶啦，吼，卖茶吼，卖茶吼，那安尼，六祖的心情好来歹，即段，咱讲伊敢有安尼，敢有遮可怜？所以你看有无一段？你伫即段看到六祖伊的心情，他的环境好不好？我讲这若哪样？啊，我有法度，吼，啊，你甲看嘛，老爸搁早死，老母搁也袂讨趁，我的家庭啊，啥物事比啊？家徒四壁。啥啦？家徒。哦，家徒四壁啦吼，你若像家徒四壁啦，要搁来行修行路，我讲我无法度。我对即顿食这，毋知后顿比安怎比对，我有一时间叫你去修行。安尼各位学姐，咱敢有遮严苛？咱的环境这样，敢有遮歹？无啦吼，吼。啊，所以讲六祖伊个有法度安尼去修行啊，那安尼咱环境搁较好，咱敢爱比六祖搁较努力。哦，所以讲伫即段来讲着咱六祖伊的他的整个人生的际遇，伊的环境，伊的困难。所以老师甲咱讲，不要以生活定住啦。咱的生活，咱的生活当中有足侪代志，包括做工课，包括就也要走，也要咧搭钱啦，也要去找朋友啦，要来买菜啦，